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T&L 投資頻道。今日會同大家咧介紹一隻明星股喎，呢隻股份非常之當炒啊。咁啊，一上市已經炒到上幾倍咁多，一上市咧已經由30幾蚊嘅低位咧升到上100蚊咁高。咁而家咧大市就回調啦，曾經回調一半跌到翻50蚊。咁啊，最近股價又喺低位反彈，又升翻去大約60蚊嘅水平。咁啊，今日做58.9啊，走勢就非常之養眼噶啦，高高低低。咁啊，相信大家對佢嘅認識都唔錯。佢就係明星股英樂創科2577。咁啊，好多人喺度討論啊，呢隻股票究竟會唔會可以升翻上之前嘅高位100蚊，或者會唔會再升多啲，可以升一倍去到82蚊呢？咁我覺得呢，今時今日呢個市道呢，其實係未必冇可能噶，而且呢，呢隻股票呢係非常之有潛力嘅。咁所以呢，我會用少少嘅篇幅啦，同大家介紹呢隻股票啦，究竟點解會有咁多人睇好佢啦？將來發展有啲咩潛力嘅？咁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T&L 投資頻道。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，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。大家嘅每一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，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。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，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，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。咁英樂創科其實係一間咧半導體公司嚟嘅，佢其實咧係做氮化鎵嘅。咁乜嘢係氮化鎵咧？其實氮化鎵咧就係第3代嘅半導體啊，即係我哋咧成日都講話有硅啦，即係矽啦。Silicon 啦，咁但係咧去到而家咧第3代就係我哋嘅氮化鎵啦。咁氮化鎵其實佢有咩好處咧？其實氮化鎵呢種原料咧，佢就可以咧做一個能源或者電池管理嘅晶片啊。咁裝咗佢呢個能源管理嘅晶片咧，咁好多數據中心咧就可以慳翻好多嘅用電啦。咁譬如而家咧最興嘅 AI 啦。咁 AI 嘅芯片咧，如果裝咗呢隻晶片咧，係可以咧將個能耗咧減低4%。咁你諗下，如果將來嘅用電係數以萬億計嘅話，呢4%有幾犀利啦？咁當然啦 ，AI 芯片咧就比較新嘅應用啦。其實氮化鎵咧一早已經走入我哋嘅生活㗎啦。最常見咧就係我哋而家嘅快叉系統啊。以前咧因為技術所限咧，我哋以前嘅快叉系統咧，你要叉滿個手機咧，起碼要1-2個鐘。但係咧而家咧因為用咗氮化鎵呢個技術之後，其實我哋嘅快叉系統咧喺半個鐘以內或者10幾分鐘咧，有啲最快嘅咧就已經可以插滿我哋部手機啦。咁你可想而知呢個新嘅材料其實喺生活嘅應用係幾咁犀利啊！咁除此之外，更加多用電嘅嘢就係一個新能源汽車啦，同埋機械人。咁所以咧氮化鎵呢種原材料咧，其實咧已經走入咗我哋嘅未來嘅生活啦，亦都係有好多非常之大潛力嘅應用嘅。咁啱咧。英樂創科咧呢間公司咧就係呢個氮化鎵嘅龍頭啊！佢而家咧係市佔率啊，全球嘅市佔率啊係33.7%。喺呢個新興嘅賽道裏邊咧，可以話係先驅者，亦都係龍頭嚟嘅。咁同佢合作嘅公司可以話係星光熠熠啦。頭先講啦，新能源汽車大家就唔可以唔講，就係話寧德時代啦。咁寧德時代咧喺佢初創嘅時候咧，已經投資咗2億喺呢間公司噶啦。咁除此之外，我哋頭先講 AI 啊嘛，咁啊 Google 咧最新已經對英樂創科呢間公司咧落到佢嘅第一批訂單。咁慢慢蘋果啊、英偉達啊或者 AMD 啊呢啲公司咧，我諗咧都好大機會同佢合作啊。咁咧呢間咧係增長潛力非常之巨大嘅公司。上年嘅上半年啊，2025年嘅上半年已經做緊5.53億嘅營業額啦。咁預計咧上年咧10億或者11-12億係走唔甩啦。咁再繼續發展落去咧，因為上半年已經增長咗43.4%。咁如果跟呢個增長勢頭嘅話，2026年起碼又會增長到去30億或者50億。如果我嘅估計咧，2027年可能去到8億級別，3年後可能已經去到1000億計，因為咧佢嘅產能咧係一路逐步提升嘅。本來咧我都對佢嘅技術含量咧係咪真係咁堅咧有少少懷疑嘅。咁但係我做咗功課之後，發覺咧佢嘅創辦人咧阿樂微微咧，其實咧原來咧喺10幾年前已經喺美國太空總署度做事㗎啦。咁啊10幾年前返內地創業。創立呢個英樂創科啦，咁而家公司已經有1100幾項嘅專利啦。就算咧佢嘅專利咧俾人告侵權咧，佢最近咧喺美國咧贏咗訴訟啦，證明咧
佢係冇侵權嘅，證明咗呢間公司其實咧係好有技術含量。再加上咧芯片啊、AI 啊、新能源啊呢啲咧國家戰略式嘅產業咧，我相信咧國家係會保護佢嘅。咁佢咧應該可以食晒大部分嘅中國市場。咁喺一個受保護嘅市場裏邊孕育咗佢嘅技術之後咧，佢會繼續可以茁壯成長之後咧，去出口佢嘅科技。始終芯片啊、晶片啊、半導體咧，一定係國家重視嘅行業嚟嘅。再加上佢而家嘅圖表咧出現咗大陽燭嘅升勢啦，好大機會咧係會築底反彈啊！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係而家呢個時候咧，不妨咧可以先入一注咧收集下先。技術位可以抵住77蚊啦。咁如果你想再長線啲投資嘅話咧，我諗咧上翻100蚊咧應該係冇難度嘅。到時咧可能賣咗部分嘅盈利啦，或者攞翻個本啦，繼續咧等呢隻股票咧放飛機、放紙鷂啦，任意咁升上天際啦。可能咧佢而家市值就300億，如果繼續發展落去，其實係有潛能，可能可以上到1000億級別。當然啦，所有嘢咧投資股票一定有風險嘅，所以咧我哋可以咧抱住一個好好嘅展望啦，喺佢而家接近低位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先進行部署，一直陪住呢隻股票發光發亮。希望我哋嘅國家都可以有自己嘅半導體霸權啦。大家對呢隻股票有其他睇法，不妨留言啦，大家一齊討論下，究竟你哋心目中嘅英樂創科有咩睇法？